上星期雖然係1連幾日嘅長假期，不過一班嘅同學仔都冇偷懶，繼續積極參加比賽。明日之星競技空手道系列賽就有超過500位嘅小運動員參與，除咗本地嘅同學，仲有嚟自澳門、貴州同埋廣州等等。今次第2屆㗎啦，咁啊搞得好成功，對呢個運動嘅係好好嘅。一來介紹空手道，我俾小朋友知道，進來推廣。咁我好開心見到咁多小朋友去參與呢一個比賽，咁對推動我哋嘅本地嘅體育發展呢係好十分之重要嘅。所以我自己就好開心，亦都好感謝唔同嘅教練同埋小朋友嚟支持我哋。今次嘅賽事分成唔同嘅年齡組別，有組手亦有型嘅比賽。女子12至13歲個人型由紅方嘅邱海南對藍方嘅蘇晴，兩位都係演繹施東樓嘅北谷屋良宮上君。結果蘇晴以較佳嘅發揮勝出。因為我上年都有參加，今年都有得參加，我覺得好好，可以俾我練習下比賽，認識唔同嘅人，同埋可以俾自己有更多嘅經驗。因為我頭先有少少失誤，但係咧都好開心可以攞到呢個比賽嘅冠軍。我開始學空手道嗰陣時係6歲，最開心就係喺今年西班牙青少年分站賽攞咗個第2。喺個人組手方面，女子14至15歲組決賽由關佩瑩對林希文，男方嘅關佩瑩準決賽擊敗貴州嘅謝乃琳，而呢一場嘅決賽佢亦都一直壓住對手嚟打，最後就讀林大輝中學嘅關佩瑩以5比1勝出。喺會展度比賽感覺又好大啦，喺咁大嘅環境同埋咁多觀眾喺度睇我哋，有啲緊張嘅。今日贏到嘅感受係開心嘅，因為練習咗咁耐嘅成績可以喺度表現到出嚟，攞到冠軍。